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山道旅人。喺深圳灣公園附近隱藏咗一個深圳最難預約嘅公園，要提早3個月預約，每日淨係俾80人入去，係全中國唯一一個喺市中心面積最細嘅國家級自然保護區。甩咗底就冇得再去噶啦。喺邊度嚟嘅呢？一路睇落去就知噶啦。同埋喺片尾就會同大家講翻點樣預約。我哋依家出發啦！今日我哋去到福田口岸過關，跟住搭4號線1個站嚟到福民站，轉7號線搭5個站去到車公廟，再轉9號線2個站去到深圳灣公園，喺 D2 出口上地面。深圳地鐵9號線深圳灣公園站 D2 出口出咗嚟之後呢，就向呢個方向行，沿住公園嘅行人路咁行過去，中間都會有指示牌，路嘅兩邊會有樹蔭，唔使擔心會好熱。行大約12分鐘就會見到一個停車場，再行前啲就會見到嚿大石頭寫住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。我哋沿住呢嚿石頭嘅左手邊嗰條路直行，見到呢塊牌，再向前行就會見到閘口噶啦。喺網上申請嗰陣時會有一個 QR code， 到時出示翻嘟翻就可以入到去噶啦。提醒大家入閘嗰陣時有武警駐守，係唔可以影相或者拍片嘅。入到嚟呢，就忽然間覺得好寧靜，除咗佢係保護區之外，基本上你都好難撞到人，你點影都冇問題。一入到嚟呢，就會見到呢塊好大嘅石碑，就會叫做界碑，廣東內伶丁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，咁一定要嚟打下卡先。界碑隔籬呢，就會見到呢一塊紅樹林嘅牌啦，呢個就係紅樹林保護區總平面圖，見到有一條虛線就將佢分成左右兩邊嘅。因為喺左手邊咧就係對外開放區域，就係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；未開放嘅區域咧就喺右手邊。咁呢度咧喺個門口度咧已經一開始會有一個最瀕危嘅動物嘅模型，呢個就叫做黑面琵鷺啦。咁啊，公園入邊咧都有好多呢啲木棧道。咁我哋依家就去第一個地方，呢度就係自然教育科普基地紅樹講堂。咁喺場地旁邊行過去咧，就會見到好多呢啲木柱，咁係關於紅樹嘅一生。而招潮蟹都會經常見到。呢個就係1號魚塘啦，真係唔講唔知，以為係一個湖嚟嘅添。呢魚塘以茂密嘅亞熱帶植被為主體，包括高大喬木、灌木同埋紅樹林嘅濕地植被，有種自然生態保護區嘅原生風貌。步道就用石砌同埋懸空棧橋設計，有方便遊覽，近距離接觸自然生態，同時減少對其他生物嘅干擾。再行過啲就會見到呢個圓形嘅伸延平台，望上去都會見到有候鳥飛過。呢度亦都有各種高危候鳥嘅介紹，一路行就一路增長自然嘅知識。1號魚塘相對寧靜，聽到係大自然嘅聲音較為多。或者我講下點解呢度叫做內伶丁。其實深圳某一個地方叫做伶丁島，但係而喺珠海香洲區就一個叫做伶丁島，亦都叫做外伶丁。深圳有乜嘢呢？就係內伶丁島，而內伶丁就係咁樣嚟啦。1號魚塘隔籬就係2號魚塘，中間就會隔住觀鳥長廊入口，係一條長長用木板砌成嘅道路。咁樣咧，透過望遠鏡可以睇到呢一個嘅湖嘅風景同埋啲鳥嘅。咁我哋又望下，咦，又真係睇到喎！呢個望遠鏡真係望得好遠嘅，喺魚塘中間嘅鳥都望得一清二楚。而喺頭先嘅木板路呢度有好多呢一啲嘅觀鳥洞，透過個觀鳥洞可以睇到魚塘嘅狀況。展示板仲出現咗鳥類圖同埋過境候鳥等文字，講明呢度就係候鳥遷徙相關嘅生態觀察同埋科普點啦。而家我哋望到嘅係2號魚塘，如果喺旁邊嘅道路咧，兩邊都有植物包圍住。人亦都好少，可以聽到啲雀仔聲，有潔淨心靈作用，行起上嚟都覺得好舒服噶。呢度比我想象中大得多喎。旁邊呢度呢，就係啱啱我哋望到嗰個嘅湖嚟嘅，咁然之後呢一邊就會有一條
木嘅棧道咁一路向前睇到行落去。2號魚塘行到尾就會有一條橋引領我哋去到觀鳥屋。我哋啱啱咧就去到個開放同埋非開放嘅範圍交界，咁啊要行翻過嚟呢一條木棧道嘅。呢度就係開放嘅範圍嚟。其實呢個公園入邊有啲植物唔係喺深圳本來有生長喺度，好似呢個叫海藻嘅，就係94年咧由海南引至深圳。有戶外嘅教育平台，圖文並茂，都幾有趣味噶。呢度有啲接枝嘅植物，一日俾40個人嚟嘅，所以我哋其實咧都好少會遇到大家嘅。因為嚟到呢度咧係灘塗，面上面有好多灘塗魚覓食，現場聽到好多氣泡聲音喺地面走出嚟。呢度就係一個觀鳥屋，咁好似一艘船嘅設計，入邊就圍住玻璃同埋氣窗，屋頂大個平台，所以玻璃係打斜嘅。喺呢度仲可以望到深圳灣一帶嘅靚景，而呢啲有窿嘅玻璃只會望到出邊，出邊係望唔到入邊嘅。佢哋嘅弧形設計同埋幾乎到底嘅落地玻璃窗，能夠360度欣賞到成個深圳灣灘塗同埋候鳥，身處其中係一個好唔錯嘅體驗，值得嚟睇下嘅。係啦，去完呢個觀鳥屋，我哋就可以沿路折返，終於喺呢個公園度見到2個攝影發燒友啦。係啦，咁喺木棧道行返出嚟咧，見唔見到呢啲垂直嘅木頭咧？就係剛才見到嘅紅樹的一生。而家咧，我哋就喺佢嘅左手邊一條嘅路出返去，都有個紅樹書吧。由呢度仲有一條路嘅，其實喺閘口另一邊咧就會見到呢一邊嘅樹林噶啦。雖然啲樹就唔係好茂盛，但係構圖都幾特別。就咁樣咧，出翻去前邊咁就 OK 嘅。出翻嚟之後，沿路經海濱生態公園行翻去深圳灣公園，就會見到地鐵口離開噶啦。最後就同大家講埋點預約，喺微信搜尋內伶仃福田自然保護區，跟住入到版面入邊見到訪客預約，就入去佢哋嘅小程式，下邊就寫開始預約，揀選預約日期同埋上下晝邊一段時間，輸入個人資料同埋做手機驗證。我用香港電話預約冇問題嘅。交晒資料之後，唔使5分鐘就會出翻個二維碼同埋預約日期個時段，睇翻入完須知，記得 cap 圖，到時入完就係靠呢個二維碼入去嘅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中意條片嘅話請分享開去，最緊要訂閱我頻道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